知財 TV 港股走勢話你知，美股咧上禮拜五咧就略升35點啦。嗱，今日港股嚟講咧都輕微高開甩3點嘅，不過之後走勢嚟講咧就跌咗，又再升翻，又再跌咗，又再升翻，之後又再跌。總之今日嚟講咧就反反覆覆，恒指收市價20,669點，今日嚟講咧就冇升冇跌嘅。不過成交方面嚟講咧大幅度減少啦，得翻443億。嗱，後市點樣變化嚟講呢？我哋今日會從外圍股市同埋個期指方面入手去睇㗎。好，先睇圖表先。今日大市走勢嚟講呢，你見到呢粒呢有粒十字星，嗱咁一個大十字星啫，叫做係，因為點解呢？高低波幅嚟講呢都有195點。不過今日嘅收市價嚟講呢，恒指方面咁收市比開市價嚟講呢就低咗3點，咁所以呢一條呢，我哋叫陰嘅陰燭嘅叫做係。咁個走勢方面嚟講，後市會點樣變化？嗱。睇翻呢度咯喎，個阻力位預翻呢度，好，呢度大家留意下咯喎，好，阻力呢度，咁阻力方面呢，21,760點，好啦，支持位方面，好呢度，好，支持位方面嚟講呢，就20,522點，所以暫時嚟講呢，都應該點樣呢？係等待破位，嗱破下邊呢度嚟講呢，就進一步呢就沽空嘅。咁你話破嘅機會大唔大啊？嗱，從兩部分去睇，我哋首先睇翻期指方面先。嗱，睇翻期指方面嘅狀況。嗱，呢度咧就期指方面咧10大經紀嘅一個成交嘅狀況。嗱，我哋睇翻10大經紀嚟講，是有個長倉同埋短倉嘅比較。嗱，以翻上禮拜五去作為一個計算嘅。咁呢個部分長倉嚟講10個經紀大經紀，咁一共幾多張呢？就10,754張。好啦，短倉方面呢，10大經紀幾多呢？就10,2,431張。嗱，比較嚟講呢，喺呢部分嚟講，長倉呢就少過短倉嘅。咁少幾多張呢？1,677張，少咗1,677張。咁即係換嘅話講呢，現在嚟講呢，嗰個嘅短倉呢主導啦，即係個淡嘅部分嘅意思啦。其實我哋睇翻之前嚟講呢，諗住係1個禮拜、2個禮拜、3個禮拜、4個禮拜、5個禮拜、6個禮拜、7個禮拜。嗱，7個禮拜裏邊呢都係正數㗎，都係長倉多過短倉㗎。但係今個禮拜呢，啱啱禮拜五嗰度計翻，嗱，即係上禮拜五計翻，咁呢就長倉少過短倉喎。咁即係話一個轉捩點嘅狀況啦，由好而轉翻個淡啦。嗱，咁呢度呢，大家要留意下長短倉嘅問題。咁呢度睇翻期交所嘅 website 呢都見得到㗎。好啦，另外睇翻呢度咯喎，我哋睇翻個外圍嘅狀況先。好，外圍嘅狀況。咁外圍方面睇下呢個美股嘅狀況先。嗱，美股方面嚟講，留意到咯喎，個走勢平均線呢收翻窄㗎咯喎。嗱，10天加權同20天加權比較，嗱，如果美股方面跌破嚟講呢，咁呢度呢負面會對於港股嚟講呢有拖累㗎。嗱，呢度要留意翻。好啦，金融時報指數嗱喺英國嘅股市嚟講呢個弱勢多些少啦，所以你見到呢度嚟講呢比較呢就快有機會跌破㗎咯喎。好啦，呢個嘅德國呢法蘭克福呢。嗱，呢度都係，呢度咧都打橫，有機會咧跌破喎。所以留意到喺外圍方面嚟講咧，都比較弱勢，不過咧都未到破位嘅階段。咁不過期指方面嚟講咧，相對咧就比較弱啲。嗱，咁嗰度嚟講都要留意翻呢個外圍嘅股市同埋期指方面嘅一個嘅反映嘅意思啦。要近日個股市方面嚟講咧，暫時未有清晰嘅方向。嗱，大家要忍下手先啦。好，明天再見，拜拜。